继续来看，这是花莲的仁化海沙埔。透早5点外，有未少民众在咧运动，但是海埔甲海面上高拢是烟雾，这个画面看起来是真壮观。原来是国军的化学兵在咧进行烟雾暗雨的军事演练。 天多拍普光，路边后民众咧运动，海边啊已经有大量的浓烟为沙埔一直到海上拢有，烟雾范围愈看愈大，画面真壮观。看到个真烟雾源头，沙埔顶有火光，搁停几台车，原来这是国军第2作战区化学兵连。今日透早5点外，伫花莲华人海埔模拟强军拍什么定律所进行的烟雾掩护演练。军带的卫星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一定有一些效果啦。但是效果好不好，那就不一定。就是中央解放军宣布围台军演，迄一天就结束啊。国军积极进行防御演练，出动 M56土龙式的发烟车，配合化学兵连，伫海埔放烟雾军事演习。N56涡轮发烟车与发烟遮障作业。发出烟雾的就是这台陆军拢有的 M56发烟车，这是将发烟的装置倒伫咧悍马车顶，利用高温雾化产生烟雾，会使定点也是机动喷烟，透过无共波长的烟雾进行掩护、炸光，也是干扰雷达等等，有真济战略功能。因为发烟车的本身它遮蔽弹染，它并不能杀伤敌军，但是可以争取我们的战甲部队的集结跟我们的守备旅进入弹染阵地这个是很重要。中国围台军演恐吓台湾，咱国军积极进行防御演练，展现军力的同时嘛，强化防卫作战的能力。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